謝霆鋒生於1980年，是一位明星，出生在香港，但祖籍是廣東番禺。他在一個繁華的城市裏長大，與家人一同度過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時光。他有一個比他小2歲的妹妹，名叫謝婷婷。她是一位知名的香港模特和演員。謝霆鋒的家庭背景頗為特殊，他的父母都是在娛樂圈有着輝煌成就的人物。他的父親謝賢是上世紀60、70年代香港和台灣地區的著名演員，曾主演過超過180部影視劇，其中包括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、《雪山飛狐》和《射雕英雄傳》等經典作品。而他的母親狄波拉原名李敏儀，則是第一位獲得港姐冠軍的女性，之後也進入了影視圈，並主演了30多部影視作品，享有高度聲譽。謝賢和狄波拉都擁有出眾的外貌，因此被公認為是帥哥美女的代表。這樣的基因傳承讓謝霆鋒從小就備受媒體矚目，甚至在他剛滿1周歲時就登上了雜誌的封面，成為了一個小有名氣的寶寶明星。在這個閃耀的家庭裏，謝霆鋒與父母以及妹妹共度了許多幸福時光。週末的黃昏總是特別熱鬧，親朋好友前來拜訪，帶着禮物和笑容。謝霆鋒則在眾人的期待中獻上他的歌聲和舞姿，為大家帶來歡樂和娛樂。他也常與妹妹一同出享受陽光和大自然的美好。謝霆鋒的母親是一位巧手的烘焙師，常常在明媚的午後在廚房裏製作各種美味的甜點，然後用精緻的碟子盛裝，讓孩子們一起品嘗。而當父親沒有工作的時候，他會帶着兒子們去游滑冰，共享親子時光的樂趣。在父母的關懷下，謝霆鋒度過了一個充滿歡聲笑語和溫馨的童年。這個家庭裏，父母的職業成就和關愛讓謝霆鋒得以在溫暖的環境中成長。他的童年和少年時充滿了溫情與快樂。不僅如此，他還繼承了父母的藝術天賦，展現出非凡的魅力，成為校園中的一顆璀璨明星。總而言之，謝霆鋒不僅僅是一位明星，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也讓他成為了一個備受矚目的人物。他在一個充滿愛和關懷的家庭度過了幸福的童年，這些美好的回憶一直伴隨着他的成長。現在他已經成為了自己的傳奇，延續着家族的藝術傳統，繼續在娛樂界閃耀着光芒。曾經王菲和謝霆鋒的感情經歷曾引起廣泛關注，令人瞠目結舌。儘管年齡相差頗大，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們走向婚姻的殿堂。然而幸福並不長久。在2002年初，謝霆鋒和張柏芝的緋聞曝光，這使得他們的婚姻出現了裂痕。謝霆鋒陷入了與張柏芝的緋聞漩渦。儘管王菲忙於巡迴演唱會，但謝霆鋒卻選擇了一段不成熟的出軌。令人感到遺憾的是，謝霆鋒對於自己的行為並沒有感到愧疚，反而表現出希望王菲能夠與他分手，祝福他和張柏芝的戀情。這種態度讓人感到王菲的深情付出被辜負，同時也凸顯了年輕的謝霆鋒的不成熟。然而，張柏芝和謝霆鋒的關係同樣充滿波折。張柏芝曾因一次車禍而住院，這成為謝霆鋒重新親近她的機會。他毫不猶豫地將時間花在了張柏芝身邊，兩人的感情也在長時間相處急速升溫。雖然王菲的存在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聯繫，但是張柏芝的艷門照事件讓這段感情雪上加霜，她的形象受到了嚴重損害。儘管謝霆鋒一度表示相信張柏芝，但最終還是選擇了離婚。這一決定使得張柏芝也因婚姻而失去了謝霆鋒的寵愛。隨着張柏芝和謝霆鋒的婚姻破裂，王菲和李亞鵬的婚姻也動搖了。李亞鵬的一次不慎行為導致了兩人婚姻的破裂。王菲與李亞鵬的為謝霆鋒再次追求她敞開了大門。儘管王菲已經嫁給李亞鵬，但她一直沒有忘記謝霆鋒，兩人保持着聯繫。而謝霆鋒並沒有放棄，一直在追求王菲，最終贏得了她的心。2014年，謝霆鋒和王菲官宣了他們的戀情，重新走到了一起。
這次的重逢令人感到欣慰，我們都期望着他們的感情能夠長久。儘管兩人一直公開秀恩愛，媒體的緋聞報道依然不斷，這讓人感到困惑。就在7月11號，有傳言稱謝霆鋒和王菲分手，但是在7月12號，謝霆鋒強烈否認了這一消息，堅定地站在了他們的感情一邊。這次的堅決澄清，讓人對他們的感情充滿信心。如今謝霆鋒事業和感情雙豐收，他成為了娛樂圈的贏家。在電影事業中，他蓬勃發展，備受好評，被譽為香港電影的接班人。他的感情生活也走向了幸福，與王菲的感情越來越穩固。儘管經歷了風風雨雨，但他們的堅持和信心讓他們終於走到。我們都期待着他們的愛情能夠長久的繼續下去。最近一條轟動娛樂圈的消息，讓眾人震驚不已。終於，謝霆鋒和霍汶希所育的女兒首次亮相，10年的秘密終於揭開面紗。在互聯網上引發了廣大粉絲和娛樂圈內外的激烈討論。曾經被譽為樂圈的金童玉女的這對前情侶，在分手後霍汶希卻意外懷孕並成功生下了女兒。這一消息引發了人們的猜測和好奇。近日有媒體曝光了謝霆鋒和霍汶希女兒的照片，讓大家終於可以這位神秘小女孩的容貌。照片上她面容清秀可愛，眼神靈動，與謝霆鋒的相似之處令人驚嘆不已。謝霆鋒毫不掩飾地承認了這個事實，並表示堅決要負起養育女兒的責任。這一舉動贏得了眾多網友的讚賞和熱議。這一背後也引發了人對於謝霆鋒保守這個秘密的動機的思考，究竟是出於對女兒隱私的保護，還是有其他原因？這一事件再次引發了對娛樂圈隱私保護問題的深入思考。明星們生活在鎂光燈下，個人隱私和家庭安寧對於他們來說尤為珍貴，需要更加周密的規劃和考慮。謝霆鋒的不凡經歷和故事激勵着無數人去追求夢想和追求成功。他以自己的才華和努力向人們證明了成功的真諦，在音樂舞台和商業界都展現出了非凡的魅力。他不僅是一個偶像，更是一個鼓舞人心、激勵人們不斷前進的旗幟。謝霆鋒的光芒將繼續照亮華語娛樂界。這一輪的事件讓人深思明星們背後的故事和生活，以及他們面臨的壓力和挑戰。隱私保護問題不僅僅適用於娛樂圈，對於每個人來說都至關重要。這也提醒我們，在炙手可熱的名利場中，珍惜個人生活，保護家庭和親人的隱私是多麼重要。讓我們共同反思、關注並尊重每個人的隱私，以及成功背後的付出和努力。在娛樂圈的眾眾意識和明星的光環之下，我們常常看到的是閃耀的舞台和燦爛的微笑，卻很少深入思考那些背後的故事和掙扎。謝霆鋒的經歷和他的女兒被曝光事件，提醒了我們，娛樂圈的明星也是普通人，有着自己的家庭、愛情和隱私。保護個人隱私和家庭安寧是每個人的權利，無論你是明星還是普通人。在信息時代，我們面臨着越來越多的曝光和審查，因此更需要關注和尊重他人的隱私。同時，明星們也需要更加謹慎地管理自己的個人生活，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傷害。謝霆鋒的故事也告訴我們，無論遭遇多大的挫折和困難，堅持追求自己的夢想和幸福是值得的。他的成功不僅在音樂和演藝事業上閃耀，更在於他作為一個父親的堅韌和責任感。他的勇敢面對女兒的曝光，以及對養育責任的承擔，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。最後，讓我們在關注娛樂圈的同時，也反思自己的生活，珍惜家庭和親人，保護個人隱私，不忘初心，追求自己的夢想。這或許是每個人都可以從謝霆鋒的故事中吸取的寶貴經驗。願我們都能像他一樣閃耀自己的光芒，同時保持內心的堅韌和善良。好了，以上是本期的內容。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的支持。